大家好，呢幾日網絡上面最爆嘅一幕係我哋一度以為世界盃要喺短短3日之內連續送走包括尼馬、C 朗同埋美斯。當阿根廷0-2落後，時間得返最後20分鐘嘅時候，全世界都覺得真係要結束啦。就連美斯自己射失咗罰球之後，換作係普通人，心態可能一早已經崩潰咗。但係美斯話俾我哋聽，奇蹟從來都係留俾唔服輸嘅人。3-2，阿根廷喺短短13分鐘之內，將自己由鬼門關嘅邊緣拉返嚟。39歲嘅美斯，今屆第8球，世界盃總入球21球，連續9場射入波，超越咗馬勒當，佢變為助攻王。呢一堆冰冷嘅數字背後，係一個已經攞齊晒所有榮譽，根本唔需要再證明自己嘅一個足球之神，仲喺度為大家為阿根廷去搏命。正如傳奇嘅射手伊巴謙莫域佢講過，美斯已經化身為最恐怖嘅野獸，因為佢明明已經擁有一切，但佢依然好搏命咁樣去戰鬥。而家全個網嘅科技、AI 嘅算法、大流行嘅大數據都喺度推送呢一場逆轉。點解？因為喺呢一個人工智能充斥，連情緒都可以被計算嘅年時代呢，美斯身上面嗰一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嘅純粹，嗰一種不甘向命運低頭嘅一個血性呢，先至係連最頂尖嘅 AI 都永遠模擬唔出嘅人類嘅高光嘅時刻。正如 Romain Rolland 嗰一句全球嘅名言，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嘅英雄主義，嗰個就係認清咗生活嘅真相，依然熱愛佢。射失罰球之後，美斯要面對嘅真相係永不言棄，係屬於39歲嘅美斯嘅英雄主義。Thank you，美斯。等我哋今日唔使再講再見。如果你都俾呢一份嘅執着感動到，請你點讚、收藏、轉發，喺評論區裏面留低你對美斯嘅敬意。我哋一齊見證神蹟嘅延續。